简陋的占卜台因何能调动千军万马？神秘的尼洋河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能决定着格萨尔王和军队的生死命运？请您继续收看。占卜台因为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出当年的规模。只剩下这座一面露天的小房子和房子前面的这个装置。据说这就是当初格萨尔王用来占卜吉凶的神器。所谓神器，看上去过于简单了，其实就是在一个埋入地下的木桩上面嵌一个分叉的树枝。树杈上横放一根1米多长的木棍，木棍两头原本各有一个大小和质量相等，用来装水的竹筒。当年格萨尔王每次出征前都会来到这里，用它称水的重量。首先将刚刚打回来的尼洋河的河水和几十公里外巴松措的湖水分别装在2个竹筒中，再将木棍的正中对准树杈。如果两边水的重量相等，就表示可以出征；反之，如果装尼洋河河水的竹筒重量大，则预示不能出战。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尼洋河的水来自周边的山水溪流，水中的含沙量会随着天气雨量而变化。巴松措的水质则相对稳定，在称水时，如显示尼洋河的水比巴松措的水重量大，则说明尼洋河的水中含沙量较大。当尼洋河水含沙量超过一定比例，就预示着极有可能爆发洪水。而此时军队跨过尼洋河出征，无论胜利与否，当他们返回营地时，就会被尼洋河的洪水挡在对岸，无法通过。那么对于疲惫的远征部队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